Merab 兩度碾壓 Sugar， 再次衛冕 Bantamweight 王者寶座。獅子乸重出江湖，點知撞着兩個阿姐嘴炮橫飛。5場 main card 賽事3個 submission， 邊個先係你最中意嘅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 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 我係 Anthony。美國舉行嘅 UFC 316賽事 Merab Dvalishvili 對 Sean O'Malley 嘅二番戰已經喺美國時間6月7日完成啦。當晚 main card 賽事打成點，我哋當然會講，但係賽前嘅記者招待會就先聲奪人啦。話說喺之前 UFC 316嘅記者會中，有記者問老闆 Dana White， 聽聞前女子 Double Champion Amanda Nunes 會復出，白老闆可唔可以講兩句啊？白老闆就好幽默咁望住台下嘅 Amanda Nunes 咁話：你問我啊？佢話係。只見外號獅子乸嘅 Amanda 笑笑口咁點晒頭望翻阿白老闆。獅子乸重出江湖，不言而喻啦。不過呢位已經入咗 UFC 名人堂嘅傳奇英雌，又要感受翻記者會上啲嘴炮啦。事關當晚 Co-Main Event 嘅兩位 Bantamweight 阿姐，挑戰者 Kayla Harrison 同現任冠軍 Juliana Pena 可以話嘈得交關啊！柔道姐 Kayla 一開波就話自己係為咗條世一冠軍腰帶先嚟 UFC， 仲話比賽當晚一定要 lock out Pena 啊！但係外號委內瑞拉巴辣尤物 Pena 呢位巴辣姐點會唔還拖啊？巴辣姐先話 Kayla 本身打開另一個聯盟 PFL， 走過嚟 UFC 係因為要避走 PFL 入邊另一個神人前 UFC 女子 Featherweight 冠軍 Cris Cyborg 啫嘛。又話 Kayla 呢個身形要落榜落到135磅，你預備減到屙血啦！最陰功係話 Kayla 想 lock out 佢 ，Kayla 好日都冇個 lock out 啦 ，submission 都怕佢做唔到啊，叫佢當日睇路啊！兩個阿姐全程無間斷咁嘈亂巴閉，就連當晚 main event 嘅兩個主角現任冠軍 Merab 同挑戰者 Sugar 兩個都一臉無奈，台下嘅獅子乸又點睇？一於話之利，抱住女女喺台下食住薯片，睇兩個阿姑做大戲。5場 main card 賽事3場頭盤，第一場 Featherweight 嘅比賽 ，Calvin Holland 一個 angle pick 再加個 dash choke， 成功喺第二回合嘅1分03秒降服 Vicente Luque 獲勝，仲贏埋個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第二場 Bantamweight 嘅賽事。Mario Bautista 3個回合係咁圍揼個移動沙包，最終以 Unanimous Decision 贏咗由 Bellator 登陸 UFC 但似乎水土不服嘅 Patchy Mix 啊！第三場 Middleweight 嘅比賽 ，Joe Pyfer 第一回合兩度 lockdown Kelvin Gastelum， 跟住就碌無謂咁樣碌過其餘回合，最後 Pyfer 以 Unanimous Decision 判定勝出。以上3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嘅，記住留言話俾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第一道主賽，女子 Bantamweight 冠軍戰兼 Co-Main Event， 兩位美國英雌，由排名第2嘅柔道姐 Kayla Harrison 挑戰冠軍巴辣姐 Juliana Pena。平心而論，講拳腳兩位阿姐嘅水平都係接近咁一般嘅啫。講地面控制，兩個都有唔錯嘅 submission 往績。今場關鍵嘅因素可能就落喺體型方面啦。Kayla 雖然過磅嘅時候個磅數係135磅，但本身打開145磅嘅佢，睇見佢上場嗰個身形，點會只得135磅咁少啊？第一回合 Kayla 就已經全力逼搶 ，Pena 只能夠做防反，偶爾還擊。去到中段 ，Kayla 直頭逼咗 Pena 埋籠邊，一個唔該就小內角摔咗 Pena 落地下。唔知係咪俾柔道姐嘅地面進攻嚇親 ，Pena 喺地下苦苦掙扎嗰陣，竟然喺 Kayla 處於 grounded position 嘅時候，一個殘雞腳踢中 Kayla 個頭，結果拳證要暫停賽事，向裁判示意扣巴辣姐1分。辛苦捱過第一回合，都唔見得巴辣姐有乜好過喎。第二回合嘅發展基本上係第一回合嘅翻版 ，Kayla 今次一開波就逼咗 Pena 埋籠邊，打咗一輪就一個捉數送咗 Pena 落地下。雖然巴辣姐有個格擋住一陣，但都一直處於劣勢啊。去到第二回合最後10幾秒 ，Kayla 仲壓住 Pena 喺籠邊發動地面攻勢，眼見 Pena 隻左手 ISO 嚟咗，睇到路嘅柔道姐馬上捉實 Pena 隻左手。快速由橫四方固轉做前加沙固，再嚟個木穿鎖鎖爆 Pena 個膊頭，無路可走嘅巴辣姐只能夠立即 tap out 啦。
就係咁樣 ，Kayla 喺第二回合嘅4分55秒趕上尾班車，以 Kimura Lock 成功降服 Penna， 贏得佢夢寐以求嘅世一冠軍腰帶，亦贏埋當晚另一個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打完場比賽，兩位英雌都冇再嘈交，反而係互相擁抱為對方祈禱啊！賽後訪問時段，贏咗條冠軍腰帶嘅 Kayla 當然開心興奮啦，一輪謝蒼天謝祖先有正能量嘅發言此起彼落。佢亦都承認要佢落到135磅真係好辛苦，過磅前嘅星期4晚一度真係想放棄，唔係神給予佢嘅鼓勵同埋支持，佢真係捱唔住啊！最後 Joe Rogan 問佢下場係咪要打獅子乸，Kayla 就 call out 咗 Amanda Nunes 上台。Amanda 大方恭喜完 Kayla， 亦表明自己會復出打噶啦。Kayla 就好恭敬咁話，佢家陣就擁有條冠軍腰帶，但 Amanda 就擁有傳奇戰績，希望大家好好打一場啦。果然係得 Amanda 呢啲王者先鎮得住呢班阿姐。最後一道主賽 Bantamweight 嘅 Title Fight 兼當晚嘅 Main Event， 由冠軍嘅格魯吉亞選手 Merab Wallace-Riley 迎戰排名第一嘅美國選手 Sean O'Malley 嘅。已經從大手術中康復過嚟，再加上戒 weight 戒酒 ，Suga 今場嘅表現的確係比上次 UFC 306好㗎。不過 Merab 嘅實力實在太強大啦，單係第一件武器無限體能就令 Merab 可以全場任意全力壓迫對手。頭兩回合 Suga 都係以狙擊手嘅打法，睇準 Merab 嘅空位就施以重拳進攻，但係 Merab 嘅硬淨程度都非比尋常。就算 Merab 中咗 Suga 一拳重嘅 ，Merab 都可以立即還翻4拳俾阿 Suga， 有時仲壓咗 Suga 埋籠邊打，搞到 Suga 都相當狼狽啊！去到第三回合 ，Merab 就亮出佢第二件武器剔單。須知道 Merab 係聯盟入面成功剔單數字最多嘅人，連上場鷹爪門二師兄 Umar Nurmagomedov 都唔係佢對手啊！只見呢個回合 Merab 捉住 Suga 剔單好似放題咁，當蜜糖哥好似生魚咁打。結果去到賽事末段 ，Merab 再次剔單得手，摔咗 Suga 落地下，然後好快有一個 Dutch choke鎖實 Suga 條頸。Merab 就係咁樣喺第三回合嘅4分42秒，以 Dutch choke 成功降服 Sean O'Malley， 贏出賽事。除咗成功衛冕 Bantamweight 嘅王者寶座，亦都攞埋今晚賽事最後一個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打完呢場冠軍賽事，兩位拳手都相當識做，立即先後走出八角籠，同坐超等值嘅大總統 Donald Trump 握手。賽後 Joe Rogan 上台訪問勝出嘅 Merab 嗰陣 ，Merab 除咗多謝大總統外，佢啲致謝詞之長同新任女子冠軍 Kayla 都不遑多讓。不過大家都慣晒㗎啦。Merab 被問到下一場想打邊個 ，Merab 就話下一場應該要處理下排名第4嘅 Corey Sandhagen。不過睇見 O'Malley 都搞成咁，Sandhagen 望落個樣都有啲怪咁。落敗嘅 Suga 就嚇親大家啦，事關佢喺 Merab 做緊訪問期間除咗對手套，唔通連輸2場嘅佢30歲就諗住退休？好彩，原來佢話打完呢場比賽咁辛苦，係時候翻去陪下佢親愛嘅老婆同埋仔女，亦都表示一定會翻嚟八角籠嘅。事實上 Merab 同埋 Suga 兩個人雖然喺 Bantamweight 入邊係競爭對手，但係兩個人睇嚟都冇乜大仇口，仲幾老友添，可以一齊去浸按摩池嘅。大家麻甩佬唔係好兄弟，點會浸埋同一缸水啊？希望佢哋打完呢晚比賽好好休息，再各自預備下場精彩嘅比賽啦。5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不過今個月真係夠晒忙啦，下一場嘅 Pay-Per-View 賽事 UFC 317將會喺美國時間6月尾回歸拉斯維加斯舉行。5場激戰，再次2場冠軍賽事，更重要嘅係新任 Lightweight 王者寶座誰屬，到時再同大家 offline 簡報。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